呢兩日財經界最震撼嘅新聞係咩呢？冇錯喎，莫過於內地傳出要向境外保單收益徵收20% 嘅個人所得稅，消息一出不得了啊！友邦 AIA 保誠匯豐嘅股價急落，連外圍股市都瀉晒喎，成個金融圈震晒啊！然後即刻有好多買家同朋友發信息問我啦，喂阿 Manta， 內地連保險收益都要徵稅喎，咁啊嚴打資金外流，咁會唔會搞冧埋香港嘅樓市呢？喂，唔使急，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20% 嘅保單稅對於我哋香港樓市究竟係致命一擊啊，定係暗藏曙光喎？睇落去你就會知㗎啦。記得先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喎。咁首先啦，我哋就用1分鐘去了解下成件事嘅前因後果先。內地媒體報道，北京同埋杭州嘅稅務部門已經開始執行對內地居民買香港保單嘅收益徵收20% 嘅個人所得稅喎。留意翻喎，係徵收益㗎，即係話你份儲蓄保單派嘅分紅同埋預繳保費產生嘅利息，如果係純保障型嘅危疾醫療險就完全冇影響㗎。咁其實咧，呢個20% 嘅稅率咧，一直都寫喺內地嘅個人所得稅法入邊嘅，只係以前監管睇唔到，但自從有咗 CRS 稅務資訊自動交換機制之後咧，稅局資料庫就越嚟越細緻啦，終於開始堵塞咗呢個漏洞嘅。加上前排內地又規管離岸信託，整頓跨境炒股，大家都覺得監管收緊咗，所以保險股即刻跌俾你睇啊！市場就開始恐慌啦。喂，完啦！內地客唔過嚟買保險，咁係咪都唔會過嚟買樓呢？好咯，重點嚟啦！咁究竟會唔會搞冧香港嘅樓市呢？咁我直接就俾個答案大家。短期心理梗係有陣風啦，長遠反而係香港樓市嘅另類轉機喎。咁點解呢？大家聽我慢慢分析3點就會知道㗎啦。第一，保險同買樓咧性質完全係唔同㗎。買保險係金融嘅紙資產，喺 CRS 機制之下咧係透明度極高嘅，內地稅局一查就查到㗎啦。但買香港物業咧，香港係實體資產嚟㗎嘛，重點就係香港係冇資本增值稅，亦都冇遺產稅嘅。雖然內地居民嘅全球收入理論上係要申報嘅，但物業喺香港嘅買賣同埋租金收益咧，香港本地稅制係極度清晰同埋優越嘅。第二啦，扣完稅，香港產品依然係有吸引力嘅。大行、瑞銀同埋高盛咧都出咗報告分析喎，香港嘅分紅保單顯示回報率大概係6% 至6.5% 啦。就算真係扣咗20% 稅，回報都仲有4.8% 至5.2% 左右嘅。相比起內地儲蓄產品只有3% 咧，甚至更加低嘅。香港資產嘅吸引力咧依然存在嘅，更加唔好講到香港樓市啦。現時好多精選屋苑嘅租金回報率已經去到3.5% 到4.5%，仲未計未來利息減、樓價升嘅潛在增值能力喎。咁第3點啦，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水往低處流啦。各位諗諗，內地高增值客戶配置香港資產，核心目的係啲咩呢？無非就係想做多元化嘅貨幣配置啦、資產避險同埋為下一代做好準備喎。而家金融資產、股票、離岸信託、儲蓄保險，通通都被監管、被徵稅、被睇實。咁呢啲有資產配置需求嘅內地客，佢哋會將資金擺喺邊度呢？答案呼之欲出啦，就係實體磚頭啦。特別係政府早前已經設立取消晒所有辣椒同埋印花稅，內地人過嚟買樓嘅稅率同香港永久居民係一模一樣嘅。加上近年咁多高才通專才落戶香港，佢哋真係有剛性嘅居住需求㗎嘛。當保險同埋信託嘅避稅光環減少咗，反而令到一部分原本想買大額儲蓄保單嘅資金轉流咗去買香港嘅實體住宅或者係工商鋪嘅實業嘅。所以你話會唔會搞冧香港嘅樓市呢？我覺得係唔單止唔會搞冧咯，反而係幫香港吸納咗一啲想尋求實物安全感嘅資金。咁作為香港嘅業主或者準備買樓嘅你，而家應該點樣部署呢？咁如果你係買家啦，就唔好俾市場嘅恐慌情緒嚇驚喎，因為而家市面上咧有啲業主可能睇到呢啲新聞，咁啊心慌慌好想減價急售，呢個反而係你趁低入市極力劈價嘅好機會。如果你係業主嘅話咧，唔好自己嚇自己啊！香港嘅實體資產優勢依然好強㗎，只要你個盤品質好，租金回報高，根本就唔缺內地高才或者優質租客去承接嘅。
如果你係內地朋友嘅話咧，記住咯，保險歸保險，房產歸房產啊嘛。配置香港物業睇重嘅就係佢嘅自由度、產權嘅永久性，以及港元同美聯儲減息嘅升值空間。總結一句啦，稅務規管係趨勢，但實體磚頭就永不過時嘅。內地徵稅20% 嘅保單稅，短期金融股會有波動，但對香港樓市嚟講，只係資金重組嘅過程，大家絕對唔需要過分恐慌嘅。你哋對內地徵稅呢件事點睇呢？會唔會覺得資金真係會轉去買樓呢？咁啊，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討論咯。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埋撳埋我哋嘅鐘仔喎。我哋下集再見，拜拜。